近排阿 sa 蔡卓妍趁住阿嬌鍾欣同忙緊拍戲，接二連三咁孖住師弟洪卓立出席大小活動。呢日當然唔例外，齊為一個慈善長者活動宣傳。阿 sa 平日經常笑臉迎人，同長者相處就最有辦法啦。其實我好中意聽佢哋咧啲係啊後生發生嘅嘢咯，係啦，想當然年，即係譬如有啲佢哋，因為我嘅公公婆婆爺爺嫲嫲都經歷過戰爭咯，係啊，咁所以我好中意聽佢哋講嗰陣時日本同中國嘅戰爭啊，嗰陣時佢哋做乜嘢啊？會唔會對你歷史科有幫助咧？都有㗎。其實現今青年同長者最缺乏嘅咪就係溝通咯，所以阿 sa 閒時都好中意同佢公公婆婆煲下電話粥，而且仲拉近距離，訓練到佢哋越嚟越潮、越嚟越 in 嘅。其實打電話好簡單，咁我相信每個人都會做得到咯。係啊，打個電話，譬如天氣轉涼啊，會打個電話叫佢哋着衫啊。咁其實我啲爺爺嫲嫲、公公婆婆都好 in 嘅，佢哋都識得 send message 都唔使需要你太多。係咁係啊，有陣時叫佢哋即係叫佢哋注意身體啊，食多啲嘢啊，係咯，咁佢哋都會 send 翻俾我 OK 咁樣咯。而阿 Ken 洪卓立嘅公公婆婆離開自己已經好一段時間，所以眼見有咁多長者聚首一堂，都難免有啲感觸啊。所以阿 Ken 都話要同長者多啲傾偈，互相了解啊。講多啲自己生活上嘅嘢啦，咁就自己講啲生活上嘢，等佢哋安心啲，即係知道你平時做緊乜嘢啊，或者係同佢傾多啲佢哋嘅嘢，或者佢哋可能生活可能琴日買嗰個橙翻嚟爛咗嘅，咁呢啲都可以同佢哋講，或者佢同我哋講。